承德向来是台湾制造玻璃的重镇，出生伫咧承德的玻璃大师林尧农，也是自细汉就亲近这项工艺。伫中下年纪进入玻璃厂学习，就轻轻被玻璃艺术吸引，就此展开将近50档的艺术创作之路，实施各种玻璃创作工画艺。伫2020年，得到台湾工艺之家认证为全国第一位熔浆技法的玻璃工艺大师，近开创了家己玻璃艺术创作风格。我这玻璃技术吼，真少人看会到，吼所以讲今仔日吼来遮吼，我最主要所订的物件吼，就是拢以即个花啦、鸟啊啦，鱼啊，搁一寡敢若讲一寡聚宝品这类的吼。林尧农以玻璃熔浆热塑法搭配独创的干锅窑炉进行创作，伫制作的过程，佫需要忍耐1300度的高温环境，同时爱掌握好制作的时间甲玻璃的温度，才会当玻璃上水的模样呈现出来。我这种功夫，咱坦白讲吼，因为一般着你若看着拢上做火，有无？迄火拍咧烧的，但阮这毋是呢，阮这是玻璃浆啊，有无？敢若火线爆炸迄个玻璃。迄个熔浆啊呢，1000多度吼，你玻璃爱压出来的时候吼，才落塑形，落做迄形体，顺便分，因为我在内面做空心的，这形体呢，你也看阮做的物件吼，袂讲安尼足粗，拢会该油的所在会油，形躯迄个形体吼，你著爱表现出即只金鱼的伊迄个高水性安尼吼。玻璃工艺大师林尧农个展，目前当伫咧锁卡艺术里程空间展出当中，欢迎喜爱玻璃艺术的朋友踊跃前往参观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